家好，欢迎收听《阿叔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牧师咱录到120集吧，所以这集就是复习啊，嘛甲之前同款，等讲复习进前咱来讲一寡台语，我会找一个主题啦。其实我看真济迄个教台语的册，啊，这嘛是真久人以前写的，就讲台语有一个特色啊，就是合音字，咱常常甲两个音有当时佫较济合起来读较方便。咱凊彩举一个例许啊，比如讲无要紧，咱来讲无要紧，对不对？对啊，其实我毋知呢，我其实我毋知无要紧是无要紧变来，但是反正就是合起来啊。我最近读圣经嘛，发现讲，咱有一个字汉字是一个物，请勿停车迄个物。那个会不会的会，甲合作会写，咱是读袂嘛？对，就是不会的意思。你看这人，伊袂过来啊，好吧？迄个袂是伊袂无会过来啊，合起来。其实华语嘛有啦，像即嘛现代人讲啥物这样子啊，就变这样子啊，这样的是这样，合起来音这样啊。华语也是用这字来写，但是有当时台语迄个字就无去啊。这牧师要安看啊？这这有个人甲讲做第九声吼，迄个张志芳教授的讲法，伊足强调这个啦。第九声，伊讲台语除了八声以外，其实有第九声，就是迄个起迄个音。对，讲这合音。其实音有变，你知道吗？有变。我老实讲，我看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哋看主要人讲有第九声，你有一个特殊的标法的两点。对。所以佛说你听得出来吗？我对呀。那譬如讲，我记一个哈，咱差不多我的年岁，爸爸妈妈因较早拢做爱讲白琴，迄白琴白，迄个音的第九声，迄无伫前八声内面嘛。白是什么意思啊？霉菌呐，霉菌哦，都白菌呐，霉菌哦，这霉菌，白菌，我唔知，这难度已经相关啦。但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音冇变啊。以我来看，我看不出来，因为我嘛听不出来。我想讲这是一个新的字啦，像都要看物跟会，我想讲一个新的字。但这其实拢是为本来安尼甲揪起来啦。啊，咱开始鼓励个人讲，有真济你可能毋知影，就像我刚知影讲是一个字，毋知影讲伊本来是揪起来啦。比如讲第一个是无要紧，无要紧，这个无啊，这啊就是有第九音啦。啊，那无是有个人注一个，张志芳教授注一个，那是有安尼悬安尼去，注一个那个。一个狗啊呢，安尼。毋是两点，伊是对头个。你也看张志芳字典，伊甲注做安尼。反正你也看有一个无共款迄个标的方法，就个解讲这字是合音出来。迄个音，所以会较悬嘛。鹿港人，会是会悬嘛？是安怎？比如我即摆讲，鹿港，昂，迄个音。就是个叫较悬的。叫较悬。所以它无要紧，安尼毋是无要紧，无要紧。这反正咱即摆落较清楚，大家听众朋友家己加听几摆，我读拢是毋对，无输读是正确。啊，过来，比如讲人讲无爱，这嘛是本来的。这无爱，但这个都无第九声的特色呢，都无迄个，这个无第九声的特色。所以久啊嘛，无得安尼读啊。我无爱，你要去台北，我无爱，这是无爱的意思。你会使讲我无爱，嘛会使讲我无爱。但袂讲无爱，或者较无迄个观音了，袂第九声。啊个袂，就咱拄仔讲啊，你袂过来啊，迄个袂，这是袂A 变来。过来有叫第九声，长，管咧，长，所以这就是
昨天的意思嘛。对，昨天晚上啊，所以本来是昨昏，昨昏，虽然就好这昨，我要较悬呢，啊个昨你对，你讲昨你对，不要小可有翘起来，昨你对，昨，对呢，个查某囝，查某囝，所以咱是读查某囝嘛，咱毋是读查某囝嘛，可能不能安尼讲，这就是查某合起来吧，变查某囝，这想起来真趣味，个差不多，这我就较袂安尼读，差不多袂咧，我较袂甲，差不多啊，无啥会读合音咧，你只要读差不多，然后有人讲差不多，可能嘛有啦，个下远。那这个会要赢，咱嘿赢你要去对赢，就是下远，这是讲赢是啥？下午吗？下远就是晚上啊，暗时下远下远要食啥？下远要食啥？晚上晚上要食啥？赢好，个。滴汤这个困难呢。滴汤滴汤，你这是写一档啦，你讲你会当帮我开门无？本来可能是你会滴汤帮我开门无？但是即摆读一档，你会当帮我开门无？过来这我实在毋知是合音嘞。讲阮是合音嘛，这我无人知吼，因为这我人会合音，因为我是看足久人写，奇怪，这个但是合音吼，我们嘛，伊讲伊本来应该是我甲人两个字，我人就我因为他这万是合起来，这我说我毋知，这我看一下有够久啊，因为伊讲音啊。嘛是伊人这合起来，所以是音这大概当作趣味来听就好啊。含伊的令嘛是你人合起来，这令可能即嘛无人安尼讲啊。这阮因甲令这拢是复数嘛，较侪人时阵会用诶。这个40咧，40绝对是合音摄。就摄就袂念嘛，这就是讲较早诶人身体较无像即摆讲医药遮进步啊，食营养，你食40岁时就开始老款身躯就拢烂命。我没听过这个，你讲就摄就袂念啊，就是讲你40岁生殖机能啥，然后小可有哪有咧讲起啊，都拢较无法度啊啦。所以本来是上40就袂念嘛，但伊只讲上摄。所以40，这个是正讲合音啦，所以我安尼看起来吼，这内面应该是有两项物件，一个是合音啦，一个是地高音啦，合音有诶会读做地高音，但是无拄拄大概拢是地高音，我看起来是安尼。了解，可能久啊，都无去读地高音啊吧，冇可能是安尼啦。比如讲，改安怎讲改。这不是嘛？我嘛袂安尼读，但是港这有啊，港片这有，你在港片，这是假人片，你卖个港片啊，你也讲港，这嘛是地高音嘛？红啊，对，这红这就是啊，对港个伊红片，伊去红片去，这地高音呐，的荷人片去嘛，对，变红片去，但是你看，你即嘛变做红的时阵，你变成汉字无字通写呢，对。因为你用白话写是简单，但是你讲红，我捌看过册吼，什么规气写一个荷人，安怎对我加一个，搁一个迄个 plus 的记号，就讲你会记得这安尼合音安尼。咱就有哪些会写迄个洪水洪，就直接就来用啊啦。洪个出来，出来。这字我嘛袂读合音，搞出来。你其实读较紧的，读较紧的就会合音的感觉。个落来，怎讲啊？来嘛无，我较少读。来去，咱来
嘛无吗？嘛无安尼讲吗？来去，咱来去，咱来去，咱来。这刚才是缩写吧？来起音都无来去啊。来，有哦，这个是合音哦。安尼哦，的来去变来，诶啊，无爱，唔爱，买，这应该是啦。讲这是啦。你卖你卖过来啊？对，这个是合音字啦。你唔卖过来啦？啊，明仔这应该有吧？马仔对，这合音字对。马仔，明仔，马仔，所以这不是变单，是看这音，就要变成马仔吼。对。啊，拍唔记，结果连起来拍唔记，无物件不见我。其实关是拍唔记变胖记。对。我是讲我有人写拢读合音，所以这胖记。胖见嘅，物件叫胖见啊，是拍唔见，但我卡知影胖见啊，但我已经胖是一个字啦，所以拍唔见。啊，搁一个是像，是啥人变的？你是像，你是啥人？是啦，这看开是啦。中变中哦。这有影？这个的地高音啊啦，有较悬啊，有较悬中。你中，啊，倒位变对，你倒位来，你对来，对，这合音对啦。啊个地反而是地地，你甲我三甲地地，甲我做伙，甲我三甲地家，啊，想要一个，但是我感觉我上意外是转，伊怎啊袂过来啊？就安尼对啦，这个合音字啦。所以你记的哩吼，有合音字啦，有第九音啦。应该是啊，有的是合音字读第九音，有的合音字无读第九音啦。安尼这晓得啦。所以这两个有关系，但是无一定是无一定合音字读第九音啦。久啊，可能有别个读法。比如讲这怎，咱即满来写用写，你写讲主安尼就无来，怪怪。但你讲你要写伊怎买来啊？这怎你就一定要写别个字啊。对啦，啊，无你看你要用第几字？怎伊怎买来啊？我得讲，我捌看过有册单啥，主安尼单啥，主安当我写 plus， 安尼当我写 plus 啊。啊，你家己去转换，你看了这个讲，哎，这读主安尼，台语真趣味。这我想久啊嘛，是要甲做一个汉字出来吧。无咱我加减嘛是会哦。无你写就写吼，有个人就是写做安尼啊四片嘛，4片啦，怀啊这2、3、4啊就写。好像40哦。40，迄字有人做出来啊。哦，45个字啊，有一个字啊。这段时间咱就来学习咱为8月录个节嘛。其实嘛要半年啊呢。录19集。啊，中因为我有出国啦，所以休困稍微5个月吧。但是咱来学习一下好啊。101集是基督教早期历史，这其实101到104有关系啦。这拢是迄个梅干姆写的。头前特别是头前2个早期历史，咱本这2集是为上开始到主后95年，是啊个主后。250年到323年，是。这上要紧是一开始到95年上乱的时阵啦，是。因为中国迄个耶路撒冷去互攻入去嘛，啊，才教会四散去。我印象上深的是讲，咱这的早期信徒，敢若变成无爸母的囡仔，知道吗？因为本来是耶路撒冷做中心的，嘛无去啊。读了尾也是嘛是真艰苦啦。啊，只是讲，因为咱即嘛知影基督教已经是上强的宗教之一的嘛。所以等于看有知影后壁结尾啊啦。但是嘛是要等于看，就知影讲一开始辛苦的所在，非常艰苦啦。对啊，啊，伊嘛有讲到一寡甲迄个犹太教的关系啦。对，初期犹太教徒对基督徒其实是态度足无好诶。
只是讲一开始的上要紧信徒嘛，拢是犹太人。对啦，上起头是啦。哎呀，毋过这犹太基督徒时间一个久吼，足这做伊犹太身份，渐渐就无去啊。OK， 但我读者我感觉就复杂，你知吼？讲我真毋管是历史还是讲我的感受，拢足复杂。一方面，对迫害犹太人的嘛是犹太人，但是咱的信用的前辈嘛拢犹太人。这真复杂。所以有当时在像这个梅干姆这么厉害的神学家，伊就写到这清楚的。去读对安尼个想一摆嘛，对咱的信用就有帮助了。跳到102，就是主要250年到323年，这只是因为讲教会嘛变较大啊，是，但是压迫嘛更较大啊。对。即嘛主场在罗马，政家就忝的啦。有放火烧啊，有啥物，大家定时给做，给做蜡烛安尼烧，有影是真恐怖的时代。但是突然间做蜡烛烧，迄可能毋是主要，有250年，佫较早伫迄个尼罗王的是，一开始安做啊。对，主要60几年迄个时阵就安尼做啊。尼罗王迄是足出名的。就捌演过电影做《暴君焚城录》啊，电影一个名基督徒规排定落规个身躯破油，然后点火烧安尼。到这个主要这时阵，应该嘛拢真流行电视机啦。这世界甚至佫有个人等落西黑啦。对，等落西黑内面啦。那个罗马竞技场边里互你个使啊食。想到这段真要紧是讲323年时阵，伊就变合法了。就基督教变成是合法的宗教啊。这变化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吧？所以嘛要等于看历史啦。每个人甲写出来，我感觉伊嘛写个真保留啦。因为老实讲，早期刚刚讲就是什么君士坦丁啊，什么民邦啊，啥咯，看着讲，伊这个时期这个 In this time we conquer， 用这个做你的 logo 去整对呀。但是即嘛后壁还有真侪讲法啦，因为迄变化实在真大。有迄个信用的讲法嘛，有迄个历史的讲法啦。然后总是事实发生啊啦，伊就变做合法的宗教啊。是讲。就算已经合法啦，这教会甲真正的教会嘛差足济啊啦。人嘛毋是犹太人为主啊嘛。一寡信用的讲法可能嘛乱去啊，因为中国有迄个希腊、罗马这真济种，比如讲，耶稣基督毋是真的人啊，伊是鬼啊，真济讲法拢掺入内底啊，个希腊铁壳，这嘛拢有影响着。所以我感觉迄个103、104集。我感觉真要紧是讲，因为尾仔就一个精神你就找大家来开会嘛。因为你这么个合法的，但是内底就乱嘞，开会来确定一寡代志。伊就写就这尼西亚信经。咱基本上是拢背迄个树头圣经，但是差不多意思，伊就真清楚甲三位一体写来的啊。是。所以这是经过300年的书课。104集咱就转来看马太的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内底三位一体的看法。因为一直拢有一个讲法，就是讲这个速度毋是大家拢感觉三位一体的。就是讲有诶可能感觉讲基督比上帝较低。但是你若等于看因感觉真确定，以我来看，我家己读是安尼啦。伊拢有写咧内底啦。但是尾仔爱有即个圣经甲写了更加清楚来使。无大家凊彩去乱解说啦。呀，无说你嘛是安尼相信吧？所以你写啊圣经，正话讲有啥物改变？无吧？无，你写啊圣经本身是未改变你诶物件。迄教会看你要修啊毋修啊？你写啊圣经，这差不多是大圣经啊，这都差不多。教会一直拢接受这个做基本的信用个别，
要个比数学圣经而且圣经较范围较宽。当政教无接受数学圣经呢？你讲你当时有这个我也唔知。你讲因为无开会，因为参加，我那拢唔知影哪有这数学圣经。所以那而且圣经诶，包括范围是较宽，包括当政教，包括迄个罗马先教诶，甲东教诶，拢总完全接受诶。这点是甲数学圣经真无共。数学圣经当然有一款故事啦，就是我讲12数学一人写一句安尼斗咧。尾也是有人讲无影啦，无讲。我无相信是。但事实是。四本法语书内底并无写出三位一体这个字啦。迄绝对是无啦。但规本圣经拢无三位一体，这个数出来。这是后来新学家归纳起来。这你嘛爱记这点啦。所以这是需要书课诶，这不是讲圣经内底有写讲因对三位一体。所以其实咱等下来讲着，但是我其实。一直拢无看圣性的部分，但慢慢我就开始甲接起来，咱来讲这个啊。经过这4集，遮尼硬到物件了后呢，125集是讲生语集，这就是台语啦。是的，台语早期的一寡迄个词，譬如讲什么一时青光啊，一时月光啊，这款的，真水的词哦。我就讲这。20，我是讲20个，我差不多听过5个呢。所以你若感觉家己台语就好个，是讲2岁有较加，你使等于听这集，看你有法度听有几个。因为我就搞写诶，就水诶。早期差不多人有诶咧教汉学诶人啊，去新人院教新人院老师啦。伊就用差不多100个吼，做教材啊教这宣教外国人，这外国人有一个要转去啊，要转去英国，要转去是人咧整理行李的时候，讲，我这本了伫遮。你看多认真。咱的节目怎啊？甲迄本册内面内容拢甲摕来，啊，无有切，为了时间的原因有切一寡掉啦。有讲一个观念，我是落地咧知影，就是讲有生物甲迄个俗语啦。对了，生物是讲，迄个较有知识人写了较像迄个布袋戏咧讲诶，像什么文音啦，就是近朱者赤，好近墨者黑啦，都会迄个意思。那一般俗语是的靠押韵较顺诶迄款诶，拄啊讲说一时青光，一时月光安尼，的无共款，但是拢是咱语言内底算讲真。其实这款物件拢语言的精华啦，精华甲迄个感觉啦。你有当讲出来，对话内底两个人拢听有，迄较有水准的感觉啦。106集加107集，这2集拢是民数记。本正两个是讲顶集是拢讲一寡迄个抗议的埋怨啦。伊个人去互摩西带出埃及了。因算讲是自由啊，但是自由是爱付出代价，可能无物件食啊，水无甜啊，苦啊，个啥个等待吧，什么流浪迄个感觉，有人就讲阮转去做奴隶，敢有啥物无好诶所在，咱嘛毋是到遮都无代志，个爱个人修正啦，所以的谈遐40年，都有真侪信用诶考验啦。第2集下集的较轻松淡薄啊，因为内底有一个会晓讲话的动物，一只驴啊，伊是一个神邸的驴啊啦，迄个神邸是以色列对敌去请即个神邸，也是讲即个会晓卜卦，是会晓变魔术的即个巴兰啊，叫去甲诅咒啦，救迄个以色列人啊，爱去结果出来讲出来话拢总是咧鼓励咧恶乐以色列人，讲恁一定袂输安尼，我就奇怪了。但是这终于就差一只会晓讲话驴啊，这以前记载
在这的后壁人真侪讨论的空间啦，是安怎爱出现这只女啊？但咱甲故事讲一摆，但民俗剧的安尼读咧感觉较趣味啦。无你感觉规本拢伫迄个，你算人熟啦。哎呀，伫埋怨啦，然后到底故事变啊继续落去啊。108集是迄个女界名人，是讲一个查某甲先生去西藏宣教，为加拿大去的。伊个作者真特殊，是咱台湾的两个女性的宣教师。是。因南台湾拢30几年、40几年呢。迄上早期来迄个南部，来迄个南部的迄个中营路中诶，上第一期教册的人。嘛教台湾的文安啦，甲迄个林姑娘啦，万珍珠吧。万珍珠是较后壁一出啦，万珍珠有那是对，较后壁一出啦。但是因拢是甲中女有关系啦。长龙女中嘛，所以嘛是来教女性，所以伊可能嘛要互因鼓励啦。讲真侪女性的宣教师已经伫世界去啊啦。因是来台湾，但是比因更较早去西藏诶。即嘛你可能无法度想象西藏嘛捌有宣教师过，但迄个故事真互感动。其实咱这录20集嘛，因全家是因先生即个太太甲一个翁仔啊。结果全家先生死，翁仔死，最后剩这个太太活了出来。无最近甲伊内底拢讲完啦，但是无影响啦，你去聽就知影伊写得真好啦。因為你嘛知影即馬西藏的無啥物基督教嘛，但是有人捌拍命過啦。伊迄上尾嘛問一個真要緊的問題啦，就是講像安尼講有啥物利益？犧牲遮爾大，嘛無人信，即個問題愛迄個來遮台灣，互阮遮爾久個人來寫來問來回答，我感覺迄真處是咱無法度教誒，因較有迄個資格講即個問題啊，講即個回答啦。不過，那是我誒想法是因。決心要獻身佇即條路，迄個時陣已經到，迄個價值已經到確定啊啦。伊嘛有準備就對，伊嘛有準備啦。所以宣教書寫是在我感覺特別19世紀遐宣教書，我感覺寫是有夠勇，有夠猛啊！迄實在有影，那安尼遐爾甘心啊呢？咱台嘛有嘛。咱的親身就看到馬街啊，對啊，咱冇受到伊大影響。你個南部你甲看白克力、甘威林吼，大家攏是有夠厲害，愛寫冊、愛編冊、愛編字典、愛說新行醫，而且個學你的台語學你的台語吼，直接一大60年，我都想象互我去甲等你一個講比我即麼生活較歹的所在，甲等60年哦。我看我袂哦，曉想這，我講我想得安尼，規身軀攏病，我其他毋知有藥啊無藥。但是，咱這個特別講一擺啊嘛是，無所以迄陣嘛捌講過，就是有真濟來台灣尾啊嘛是攏無命啦。對啦，咱無有當時袂記記啦，譬如講，迄陣講一個羅家敏嘛，羅家敏迄。照我所在是個獨生囝嘛，迄個獨囝呢，來個中部宣教誒醫療宣教第一人，去個佇遐大社，佇遐幾年，了後就病要送去台南，迄陣都台南叫西醫啊，叫藥啊，通處理啊，結果送到家己就過身啊。伊咪忙到即擺嘛是抑個佇台南基督教公忙啊。係啊，我捌一擺鼓勵人講，就去遐甲因談者呢。清明家己嘅忙掃掃，我那去台南甲白克咧忙談者啊。哦，對啊，這人攏犧牲啦，但像無說講因攏有準備啊。只是講你即擺想起來，你10幾歲嘛，足少年嘅，而且個醫生，伊當繼續留喺英國。應該嘛真發展啦，嘛願意來遮，
所以这就是一段时间，就是有人上这样听的，但我都会笑，是因为讲我会讲一段时间，但其实要读一段时间。啊嘛是听众朋友有来老话，我知影讲爱注意一段时间了。迄个109集是迄个对我出国回来有录的啦。这个我去日本啊、美国啊，佮也刷人家所在我去参加日本甲美国教会。有讲到一寡教会无共款的所在啦。就讲咱大部分咧讲圣经啊啥，有当时嘛是讲到一寡现代教会的生活啦。特别是嘛要有遐个即嘛有在听恁未入去教会，嘛会使去看卖啊啦。教会一般来讲是真好的所在啦，真温暖啦。有人看新闻一寡负面的代志。有诶教会较特别的，找敛财啊，那个什么情绪勒索啊，我新闻拢有啦，这咱嘛毋免闪撇啦。就什么长老教会嘛是有代志嘛。有当时看迄个教会公布嘛，是讲上违反什么第一条，什么团体拢会有出什么奇奇怪怪钱顶头无清楚啦，伫色顶头去目掉啦，即款的拢会但是普通人一个教会拢有家己教会处理的原则，照迄个原则去处理这教会信用无走转，我想即款的教会拢鼓励人逐个去啦。对啊，嘛承认人。相信人诶美好，嘛相信人诶限制诶跋倒跋倒，大家会为祈祷甲扶起来。即款诶教会我都想拢真好啦。若是迄款奇奇怪怪你讲祈祷会出现金粉啊咧？迄款诶，我想是较闪啦，较好啦。若是如果有诶过去捌着钱诶我想是小可闪咧较好。我嘛去过袂少间啦，就当然日本、美国即款逐敢去观光迄个旅客去一两届尔，但台湾我嘛去过袂少间，我是我嘛赞成牧师讲的啦，你若有机会去到一间真好的教会，中等以上的教会，迄是真美好的代志。老实讲，你有机会有甲一寡真善良人做伙啊，一寡做一寡趣味的代志咱可能有一集是迄个教会生活，因为我参加一寡同工嘛，跟大家分享，我就去参加一寡个别礼拜啊啥，这实在是教会真美好的所在啦。有迄个互相扶持啊，还有迄个大家在上悲伤的时候有一个，我真侪人在帮衬，这我感觉真好啦。对啦，毋是讲欺负你啊，叫你爱关钱啊，这样。刚才新闻拢即款的就是讲新闻都拢专门咧找迄款的，互人一个印象，敢若教会拢转迄款的。对啊，叫迄款的实在是足少的少啦，少数啦。但是要紧嘛是讲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啦。对啦，教会拢会跋倒啦，人拢会跋倒啦。你若有气力就使帮衬啦，你嘛是卖一个见证啦，一个试验的机会啦。110集是咱读一寡教会公报以前写的文章，拢是差不多迄个时代伫台湾为清国变做是日本，日本变做是民国，但咱台湾嘛经过几啊个变化，真大的变化啦。所以阵就会拄着讲，迄内底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就是讲，想要大概毋通个白卡啊，卖个什么，卖个剃头毛啊，卖个穿什么长袍马褂啊，我为的历史是迄个时代人写落来，咱即嘛读真有感受啦，嘛真趣味啦，因要安怎甲以前过去无好诶切断啦，相信嘛真侪人拢无法度接受啦，爱一段时间了，
那我都接受。对啦，迄个文化冲击，其实个一方面当然这就靠有我个人的色彩。嘛，个另外一个解说就是伫西方文明嘛，通过这个文化冲击吼，进入来伫台湾。迄阵的西方文明啊，包括医疗，包括公共卫生，包括教育，包括教育吼，特别是女性，特别是女性，这个物件一直入来台湾啊，台湾的一寡迄个新的想法，渐渐就对个人一寡小团体，一寡迄特别伫教会内面，就一直成长起来。到20世纪，咱讲看到吕秀莲，我强调女性主义，我台湾第一例，毋是啦，台湾第一例是应该是差不多19世纪尾，白开始，无19世纪尾迄个中路的广告内面就讲，要读个查某囡仔毋通有白卡，对迄阵就开始啊，迄阵就开始咧画，佫毋通白卡，论迄个白卡吼，文章看几啊期。拢咧为女性讲话啊，对啊，但迄阵嘛讲着讲有人去日本参观嘛，去什么万国博览会我带一个，等下这个各位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注重教育，嘛就咱台湾人本体迄个觉醒啦，是讲对，当教育实在真要紧，咱人个进步，世界拢在进步，咱嘛爱对得调啦。对，这毋若是讲规工读圣经尔，是有影你爱甲即个世界一寡人一寡台湾，咱用台湾做主体的想法，其实台湾咱一直改变吼，当然一部分是教会伫19世纪中尾期遐就一直开始啊吼，北部南部一直来，佫一个咱无法度否认嘛是日本人伫台湾对台湾影响足大啊，迄阵足侪人差不多通过日本咧接触西方文明。咱虽然我知影，咱中间有人啊，册日本人册啊，册啊都对恁讲啊，甲恁爸甲你吼，我毋知，但是这是实在代志，无法度去否认啦。尤其迄个时阵，伊建立一个足完善的迄个行政系统啦。你讲一个上简单咧，你讲有迄个有警察，这样代志就做伟大啦。我较早人讲，恁迄阵甲阮即阵讲袂平嘛啦，小拍。放火烧啊，偷火啊，都抢啊！其实这内底就有啊，四个拢偷。迄款代志，伫迄个时阵是足事上的代志。系啊，现在讲哦，你讲转来抢，我讲将来抢，就拼落来咧。你想起来，因为将转就开始拼，100年差足济。你有警察通伫中啊调和啥，差足济咧。啊，佫有一寡像说。拄啊讲的是迄个制度嘛，迄个铁路嘛，佮起好啊，对啊，什么发电啊，发电台湾有啊，迄个影响你甲想讲到即马铁基路的，但拢行倒平的啊，迄个互你袂便利。对啊，但是为啥来这迄个时代，当然日本人迄阵安尼看袂起台湾人，咱嘛袂爽啦。不过咱有诶所在。迄是人诶功劳，是人诶功劳，咱也袂使讲迄拢毋是啦。有诶代志回头想来，咱若愿意用迄个较客观诶角度去看，对啦，遐真拍拼爱甲鼓励啦，爱互伊应该有诶迄个地位啦，毋管是啥物理由啦，实在是有影互台湾无共款啦。对啦。咱当然日本人伊有私心啦，伊想要通过台湾要进入东南亚啦吼。不过嘛，因为安尼，上帝毋知安怎安排，通过日本，结果台湾怎徛起来？对啊，这就像这地理的问题吧。反正这那安怎想咧？因为咱这是基督教的迄个节目，咱来说，咱拢使讲的是应更归上帝。对啦，上帝有美好的旨意。一般在支持迄个信息，那一直拢有伫吟信息啦。我感觉这是真要紧的部分。那么是我因为。真爱参与诶当工，因为我当时也去参加迄个敬拜团。嘛是因为录制节目，我就话学 piano， 因为嘛会使家己踮厝诶唱迄个 All Holy Night， 讲 Merry Christmas， 我家己咧做诶唱，会使家己伴奏，真趣味。但这是迄个民友德牧师写诶，是，这是
宣教书中间学历和朴素，摕朴素少数诶中间诶一个。哎嘛，伊嘛是经过日本时代嘛。对，伊经过日本时代，所以嘛，礼仪嘛就好诶。伊日语也真好。伊若是像真正来学台语就好啊。还是讲伊是台语汉文啊，日语嘛还好，因为伊甲日本人合作做真侪代志了。伊对 YMCA 啦，对吼，那么要个有足大影响嘛。新的时代，伊拢差有对诶。就讲伊倒来真注重青年啦，青年暑假对，伊非常青年注重青年对。迄个，这个是迄阵写，伊是讲大家若吟圣诗啊，知影伊诶故事啊，作者诶来历啊，拢会吟较大声。对，啊，这属实啦。迄若是一首诗后壁，若是有背景有故事，大家人爱吟起来加足感动啊。但我发现讲代志，我爱个确定者，因为伊拢白话写，当时我无到规本拢看完，太济啊。但我感觉伊有影毋捌介绍圣诞歌曲咧。有对啊。我咧想是因为马街无爱人过圣诞节的歌。我毋知咧。我究竟找讲我讲到这，我突然想到这个代志，所以伊个出现，我找讲下，因为发现伊敢若马街是真特别啦，到底是什么理由？我甲这妈妈都未找着。伊就无爱人过圣诞节的啊，伊就跟我讲想商业化吧，来讲大家拢迄个时阵就安尼，你甲想讲伊若个马街个等咧，今仔日台湾社会要气死，要分气，即话逐间大楼哦，你若有迄个管委会迄款，一定拢有圣诞树，对啊，一定爱圣诞装饰上，但是内底无几个基督徒，所以就拢甲整个诶本质拢总无关系的对啦。无人知影迄个圣诞节的来由嘛，对啊，总是这是伊介绍圣诗啦，那么因几首圣诗啊，112集是，就我嘛是我转来台湾去耶路撒冷迄个一寡想法啦，就是讲即嘛慢慢啊，以前可能嘛有啦，但即摆大家较理性啊，啥哪在开始讲啊，迄个有诶较歹解说就莫去插伊就好啊，咱就来信上帝啊，莫去讲耶稣，但是约翰福音书是讲袂使，一定爱多正足体一定爱讲诶。系啊，你若无耶稣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集中来讲这啦。一寡新海物件，嘛一寡就是趁这个机会，甲一寡圣经经文读出来了。有当时你有迄个问题出现，那你来读，较有感受啦。因迄阵拄着问题，他写，咱即马拄着问题来对照啦。我家己吼，我家己伫我心中的过程吼，我对耶稣讲话足济话，拢得到足大的帮助。知影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就讲包括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伫遐伊讲我的上帝，你啥时离开我？普通较早的解说就是讲迄个时阵全世界侪拢伫伊的身躯顶，所以足艰苦有做是袂当见上帝，伊甲上帝迄阵隔绝，都普通拢一款解说。但是我阁看一个解说是我感觉足感动诶，感动是讲，迄个时阵应该是讲耶稣都正做人，到什么程度？就是耶稣伫迄个时阵，伊真正体会到足济人，咱中间有足济人，真正拄着讲绝境，都差不多感觉上帝都无去插伊，差不多安尼无望啊，无半支手要帮忙伊，耶稣参迄款的绝境，伊嘛体会到，爱伫遐 repeat 即款人的话出来。我读到遐，我就讲感动。都若无真对上帝，他真正讲真正上帝完全听咱。嘛是有听过一个讲法，是讲伊讲一句是用伊阿兰文嘛。伊无句，伊敢若是圣诗有一首，有一个诗篇来啥，用这做开头先好了。对，伊内底有，伊迄个时代人听着知影讲伊要后壁要讲啥物啦，就是爱我去上帝啥啦。但是牧师安尼直接去读感动较要紧啦，我感觉。有当时
伤侪解水到尾啊，刚才讲在读迄个文学分析，知道吗？对，因嘛怪怪，因为像这个信息，有当时你就感动，歌词就简单的啊，就真感动的嘛，真好啦。113集是一个短篇的小说，之前咱捌讲过，但因为内底有插一个经文啦，所以我就甲重新去整理一摆，这是或者另外一个朴素咱知影耶稣来的时阵。出生的迄阵有3个朴素嘛，照迄个路加福音记载，不啦是3项礼物啦，咱拢甲联想做3个朴素啦，普通拢安尼了解啦。对，上无有一个朴素摕礼物来就对啊，有可能有3个，一人摕一个嘛，可能一个摕3个，反正就是有礼物还佫有朴素，为远的所在来，这个小说就是佫讲，佫有一个无记载着的，已经拍拼话要来送。但是就是拄着真侪代志演成就对啊，但是这故事真水，我第一个听了就爱，因为内底有甲一个经文放入去，所以我讲有当时经文你安尼规篇来读落来，无遐尼强的感觉，伊这用故事甲包装了放在内底了，我会读出来真有气力，你知道无？我第一看够感动诶，所以我就决定要甲翻译出来，这是新版诶。较顺啦，因为台语嘛，加减有进步啦，较好写，所以这就拄好圣诞节的时候会使听啦。平时嘛使听啦，嘿。114集，这就是我算讲录了81集了上大的突破，勇敢的打出一步，就是讲圣神，就是讲圣灵。我正常拢会较无爱讲，因为我感觉敢若。安怎讲？无啥吧？嘿我听着拢就歪啊。譬如讲，拄仔讲话人讲基督诶，手有金粉啊，迄个故事尾啊，我则听人讲，迄确定迄是伫美国诶一个教派，一个教派，还是迄个咧欺骗诶代志啊。你讲对迄灵气通甲迄金粉互吹出来。你讲伊个技术也是当讲。趁大家看大家在祈祷的时候，紧摕一寡迄个金粉去，迄个冷气口吹安尼哦。大家头壳压起讲，哇，真讲那种金粉安尼。讲这是圣灵充满伫咱的中间。假使圣神充满伫咱的身躯顶，毋是互咱更较平安，毋是互咱真正更较关心人，更较听即块土地。圣神若甲咱同在，毋是安尼，结果是甲世间相像的价值，得到。较侪钱，得到安尼人安尼形式的表现安尼，我毋知影上帝神若讲甲变安尼的事，我感觉甲你的信仰差较远个。我对我信仰来讲，实是拢差有够远个。但问题就是讲，我想要找一寡写较正派，咱来读安尼较简单啦。当时圣经就歹解说，有人有写出来文本，咱来读的。我伫少年的时嘛，听人讲哦，圣经甲同在，讲安怎知？用我读圣经的时哦，上帝要甲我讲的话，我迄几句圣经的字哦，拢变做金的字。奇怪我，会开电话的感觉。规个东西拢建不共设计安尼。奇怪啊！他跟伊个有啊，我别人无。这个足奇怪，这款代志吼，拢过一阵时阵都无啊。但个人讲一个新的对。你讲伊读到尾开始有新的，highlight 安尼哦，真厉害。我无经过。所以无要紧，我无论是拄着什么情景，我知上帝神甲我三个弟弟。伫我决志要成做伊的囝子，伊是我天父。迄个时阵开始，伊的神永远甲我三个弟弟。这是我永远相信的。上帝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引带我，互我知影伊甲我三个弟弟，迄是上帝的代志。我只有顺服。所以无说你安尼写出来。当然我嘛会甲上帝求啦，吼，我会甲上帝求讲。莫互我拄到艰苦，莫伤过头艰苦。主导文讲无得互我入伫去，总是若真正实在是讲你讲要互我拄到迄款艰苦，互我有气来通担个。
我记得就是安尼尔。所以无说你安写出来册就较无好卖啊，人写诶足厉害的，较侪人想要看。但咱即个就是经一本或者地主诶卡拉乌经啦，在主角前，毋是讲这个人做歪，是讲伊诶讲法已经为特殊诶经验伫内底啊啦。哦，孙大仙伫台湾教会一段时阵嘛，足流行诶咧。对啊，但这个人的确是死过去啦。对啦。但只我特别讲者就是老人老话啦，就讲咱内底有讲一个荷州，迄阵人写讲伊去荷州讲道。咱诶路线咱讲是荷兰。应该是澳洲啦。澳洲。因为这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写诶，所以以前有一个日豪关系，豪可能是富豪诶豪，但是边要加三点水，这是日本时代称呼澳洲the Kyushu即嘛或者Australia，对，伊即嘛用英文去变，但早期或者豪州啦，所以咱用台语读就变荷州啦，所以即嘛来配合咱的听众朋友有遮尔亲密迄个礼仪甲迄个台语的迄个教育，知影讲一听就知影讲迄是澳洲啦。你佛叔应该毋知吧？我毋知，我毋知，因为我嘛想讲是荷兰，但是你就讲这孙大信伊有真实的全世界认同啦。这是有啦，因为这种基督教的国家嘛是邀请伊讲道，但是伊的确是讲伊甲耶稣有特殊的关系，有特殊的迄个，一概看着伊也是讲伊忘掉啥咯，反正伊较有为遐得到真大迄个灵感吧，伊就写一本册。但是我一开始安尼我就无啥想要读，但是读了我感觉讲伊一寡解释嘛，解释了真好，譬如讲什么偶性型虫蟒是海绵啊、海绵浸着水安尼啦。伊袂讲你就是变做神，但伊有一寡譬如嘛真趣味啊。替咱问讲啥啊？咱的祈祷无正，伊就甲你讲，祈祷是互你去追求上帝的心意啦。毋是讲你开一张讲 to do list， 你知道吗？上帝你爱做遮个代志，我都会欢喜。迄个变做你人是主啊，上帝甲互你切肯啊，你第一项我考着好的大学，第二项我会来奉献，第三项是会互我带着什么款人对。请你，我会迫切祈祷帮我完成，这都毋是祈祷。所以我感觉伊这嘛写得真好啊！祈祷是你该去追求上帝的心意啦。做上帝欢喜。那真好，伊咧讲这些是讲了真好。但所以咱后壁的继续，我有找了一寡介绍圣贤的，以前人写啦，应该是较正派啦，较正派，咱来读得来。请牧师补充好，因为我老实讲，我这部分我实在是较无了解。我嘛，实在这么真侪拢写到就好，我都接受。但是，哇，迄个有一站是人会倒了哟，飞去天顶啊！即马较无咧流行啊，迄拢时间一站啊。你讲有个教派是伊倒人会分去啊，起来的。即马过来个发电讲要倒来，惊头壳后壳去磕着，有过来叫人去后壁甲换咧，准备镜头啊！系啊，我你搞滚啊！所以我无法度，这对我的教会也是，无是教会应该拢毋捌出现过，大家拢真啊，大家听咧。115集是圣经内底智慧册啦，代表智慧的3本册啦，箴言、传道书甲约伯记，在合作会。因为有以前有讲过啊，但是因为新版的台语，咱就过来读一摆。这集嘛真侪人听哦。好，真好。我感觉这是有影圣经内底上会使提出来跟人比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讲伊愿意去面对特款的讲法，伊个有一个更加超越的想法，伫约伯记内底，到底上面或者到底上面是智慧啦。一个社会是，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安尼吗？还是讲有别种可能？拄着别种可能，像比如讲你若是一个真囡仔拄着歹代志，讲一个好人做啥物代志拢失败，你安怎面对？
我讲这真了不起的迄个，伊愿意去调整这个真歹解说的代志，啊嘛解说了真好了，我有受到感动了，我未熟悉的进前，我就感觉讲哇，这真悬的地位，啊，116集是迄个圣诞歌曲，咱个唱着袂少首，啊，知影讲原来卫理公会比咱较爱唱歌，卫理公会迄个。John Wesley 因兄弟啊，就是写诗歌的人。哎呀，比张乐牌啊，比什么牌拢较爱唱。啊，无所以讲了，我最近一番，我真侪拢卫理公会写，那么无咧客气啊，收留了对。对啊，有些人搞写。Crosby 就是卫理公会啊，这个亲密的迄个，我甲90几岁嘛，佮有什么总统。换几啊个拢捌看过，无看过伊就拢去啊啦，拢去去总统府就对了。啊，117集是愈改民人，咱拄也讲过去西藏的，啊，这是去印度的，啊，这故事嘛真互人感动，或者伊是讲泰戈病啦，啊，泰戈病毋知是讲这病，但是圣经真早期就记载啦，对，这种病早期伫埃及啦、印度吼，诶文献都拢有啊呢。就是会传染啊，会落脚落手啦，啊面会歪去啊，反正大家看到你会足惊诶啦，啊，就想要甲你，就看你袂起嘛，即款人上了不起，圣经内底耶稣拢无相撇啦，对啦，就知影讲爱去照顾因下，啊，对照到。这集内底故事就是伊去印度照顾这人，遐人嘛信用嘛真好咧，你去听就知影嘛，每日嘛变做会使去帮助别人，对，这是真伟大的见证啦。对啊，118集是生命记，就是5经咱拢讲完啦，但是会个落白部分啦，因为咱真简单讲过，但是。5經實在真處夠濟，但總是即話你差不多知影5經來講啥，啊，生命記有淡仔是完結篇的感覺，因為這較近啦，你應該記得等去聽就好了。119集是腓立比，這兩伊個迄個生命記差不多對照就是講，攏感覺是摩西甲保羅較老的時陣寫的，因為武器嘛變較溫柔。但是因为真侪爱提醒的所在，所以有淡薄仔迄个复习啊、重点整理啊，迄感觉啦。其实听几版的博士读了真好啊，新版的台语，你若会晓讲台语人，会晓听有台语的人，用你的母语去想这个代志，是无共款的。我的感觉是安尼的。我特别感觉保罗的批信哈，用。我的母语我感觉足感动啊！大家人，你本来母语若是什么排湾的，像可能用你的母语去读，感受嘛较直接啦。所以你想这感情也是讲，咱要讲较性情，还是伊是无迄个文化的限制啦。总是有法度到你上深的心来的。到这无说要补充的无？我会比我的一直会记你讲，我知影点伫善巧，我嘛知影安那点伫富足。无论对什么情景，我拢知足。我讲哇，这实在已经迄境界有够悬啦。是讲无说以前应该拢会背吧？你是毋是以前拢爱背这金句？这我都看几个名人拢做爱即句诶，所以我就背大家拢。为细汉就开始背啊嘛，有诶拢爱背啊。咱即满较无安尼要求做啲儿童儿吼，所以我一寡较像即款较好诶句吼，背一个经有帮助咱诶思考呢。帮助你参加迄个写作文哦，迄个对啊，对，即满较袂，即满我嘛讲我参加一个当工，比如讲迄个移动诶迄个教育啥，有当时会叫背短安尼啦，背出来的，互你一个小礼物，但毋知到大汉可以记得个。虽然讲咱去读伊的艺术，但我当下伊迄文字本身的真水的，用伊真正的感情写出来，的真好的，
对吧？啊，咱可以继续录啊。啊，伊个我即嘛，我感觉我嘛较了解哦。题目啥嘛较自由，找一寡圣贤啊，嘛有机会再读啦。啊，无是有啥物感觉差不多你补充过，还是讲是那边？我拢补充了咧。我差不多拢补充了啦。啊，你若有啥物想法啥，嘛是留话互阮啦，会帮助我。有读毋对诶所在啊，啥拢会使。我无一定会读出来互大家知影，但是会帮助阮知影讲，大家听众朋友伫想啥啦。今日经过咱来读箴言第10章第5节，咱来注意这台语的表达哈。教时修行的是聪明人，守乖时爱困的是败家子。我搁读一摆哈，箴言10章5节，教时修行的是聪明人，守乖时爱困的是败家子。